Polygon 咧喺高桂林嘅 Bird Mountain 半山區咧，將會推出一個全新嘅聯排項目。咁而家咧，等我帶大家睇一睇個4房戶型啊。咁如果你想睇3房戶型咧，可以睇翻我上一個視頻。每個單位咧都有雙車庫，兼且咧包咗一個 Level 2嘅 EV Charging。第一層咧係飯廳、客廳同埋廚房，用咗開放式嘅設計啦，所以你見到採光咧非常之好嘅。而每個區域咧都隔得好開，俾你一種咧好舒適嘅空間感。廚房咧亦都好寬敞，兼且設計咗得櫃咧俾你放雜物嘅。下午咧喺景色咁靚嘅露台嘆下茶咧，真係非常之寫意噶。地下室咧有一個客廳，有個睡房同埋一個廁所。客廳咧可以直接通出去咧後花園，所以陽光咧亦都非常之充足噶。如果同父母住嘅話咧，佢哋可以選擇住喺呢一層，咁大家咧就可以保持翻自己嘅私人空間啦。兼且咧唔使上上落落咧，非常之人性化嘅。每一戶咧都有冷暖系統，咁夏天咧就唔怕熱啦。第3層咧有3間房。洗衣房咧有洗手池啦、台面同埋掛衫嘅地方。洗手間咧可以直通其中之一個房噶，咁如果閂咗出邊嗰道門咧，亦都可以變為一個套房。主人房咧有 walk-in closet 同埋一個5套裝嘅洗手間。睡房嘅位置咧亦都非常之寬敞，擺一張 king size bed 咧絕對係冇問題噶。